日6月21號，一個人由激潮路上行程第一峰，落泰山棧道過電視塔，跟住就蝴蝶谷返回梧桐山南站完成行程。爬成第一峰，向泰山棧道出發。小湖塘向電視塔出發，向蝴蝶谷出發。入口好靚啊！望出去八仙嶺。嗰個南蛇尖都睇到啊！